嗱，而家即刻唔使聽多兩句，開你間銀行 App 睇下你筆錢有幾多係美金。好啦，記住個數字先，聽埋落去，呢個數字可能就係全世界講咗成3年去美元最誠實嘅一個答案。如果你戶口有美金定存，你可能會發覺原來自己都唔知幾時開始，戶口入邊美金嘅比重一路加緊。你唔係特別做咗咩決定，可能純粹見人講高息就轉咗一筆過去，跟住就冇再理。但呢件事唔止你一個咁做。金管局最新公布，今年5月全港銀行體系入面，美金已經連續11個月贏咗港紙。呢個位就有趣啦，因為過去幾年你應該成日聽到新聞講全世界要去美元化，金磚國家開會，中國央行囤金，人民幣國際化，香港都推緊人民幣結算，推緊黃金結算。你可能覺得關我咩事？我又唔係做外貿，我又唔係央行。但你間銀行戶口入邊嗰個數字已經話你知，你唔係旁觀者。關你講事研究所，今集我想同你一齊研究清楚，喺呢場全球去美元浪潮入面，你其實同時企緊5個唔同嘅身份。你嘅銀包、按揭、強積金、政府家底，仲有你成個香港嘅未來身份，全部都同呢件事有關。講白啲，你唔係一個人咁做呢件事，因為連北京自己都係咁做緊。中國人民銀行過去20個月連續每個月都增持緊黃金，6月單月就加咗14.93噸，係2023年10月以嚟最大單月增幅。官方公布嘅總持倉係2346噸，佔外匯儲備大概8個百分點。但你知唔知有分析澳新銀行做嘅估算就話中國實際持有嘅黃金可能遠遠唔止咁少，甚至可能高達5500噸，差額可能係透過國家外匯管理局嘅表外渠道持有。同一時間，中國持有嘅美國國債一路減緊，去到2025年11月跌到6826億美元，係2008年9月以嚟最低，比2013年歷史高位跌咗超過47%。買金沽美債呢兩條線擺埋一齊，你會覺得官方真係打緊去美元呢場仗。但係反直覺嘅位就出現，內地同香港嘅投資者加埋持有嘅美股已經突破6000億美元。呢個數字係按託管地統計，即係包埋香港嘅基金、保險公司、機構代客戶持有嘅份額都係比2020年增加咗69%。今日我哋想做嘅係要睇下呢啲事情發生緊嘅時候，關你個銀包、你間屋、你嘅強積金、你個政府、你成個城市未來嘅身份究竟咩事？咁下一個問題嚟啦，如果口號同數據明明有咁大差距，係咪有人講大話呢？冇人講大話，真相係大家喺度打緊3個唔同嘅戰場。第一層係口號層，金磚國家嘅宣言、去美元嘅聲明、石油、人民幣呢一類新聞，成日都好搶眼。呢一層主要係外交表態，你聽到唔代表已經發生咗。第二層係結算層，即係實際過數用嘅系統。呢層要講返 SWIFT 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即係全世界銀行之間互相通知邊個要找邊個錢嘅共同語言。2025年12月，美元喺 SWIFT 嘅份額係50.5%，係2023年 SWIFT 改咗統計方式以嚟嘅新高。去到2026年6月，回落返到50.1%。但單計貿易融資呢一類交易，美元佔比仲高達81.16%。你睇下呢一個位幾諷刺，講咗成3年去美元，貿易融資80幾都仲係用緊美金。呢層就好似廚房入面實際炒緊咩菜。先講到真正嘅供求，第3層先係儲備層，即係各國央行實際擺喺自己個保險箱入面嘅嘢。呢層先係最老實嗰層，呢層要講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儲備數據。2025年第一季，美元佔全球央行儲備57.79%，跌到第二季去到56.32%，跌到年尾第4季去到56.42%，係1995年以嚟最低。但係去到2026年第一季，反彈翻上57.13%。呢個 U 型反彈先係最誠實嘅答案，代表個結構性去美元其實冇你諗咁堅實。
同一時間，中國自己就係一路增持緊黃金，20個月不斷買。咁三層拼埋一齊，就會見到一個好清楚嘅畫面。央行儲備比例先至係真正代表官方層面幾認真去做呢一件事。好，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香港喺呢三層戰場入邊，究竟企喺邊個位置？香港喺呢一場大局裏面係幫兩邊，而且兩邊都要靠美元先打得成。你可能都留意到，今年7月7號，金管局同彭博合作推出咗一個新嘅黃金中央結算系統，首階段同上海黃金交易所做實物聯通，正式試運行。有分析提出咗一個講法，話呢個系統將來可能會邀請同中國友好嘅國家央行加入，不過就未經官方證實。另一邊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全球超過70%嘅離岸人民幣結算係經香港完成㗎。香港銀行體系嘅人民幣同業結算規模已經超過41萬億元人民幣，即係每個工作日結算大概2萬億人民幣。加埋香港嘅離岸人民幣存款，5月已經去到1.1347萬億人民幣，創咗歷史新高。你睇下呢啲數字，香港喺人民幣國際化呢條路上真係企得好前。但係你唔好忘記，我哋一開始講嗰個數字，香港美元存款9.21萬億，連續11個月贏港元存款。如果你將港元同美元兩者相加計算，美元大約佔咗當中52%，足以講明一件事，撐住成個香港銀行體系運作嘅底層貨幣依然係美元。仲有香港嘅聯繫匯率制度，由1983年開始，港元同美元掛鈎至今。你間銀行嘅資金流動，你嘅按揭利率，全部都跟住呢一條掛鈎走。咁即係話香港一路推緊人民幣結算，推緊黃金結算，聽落好似係去美元前線，但成個香港金融體系嘅地基、電力、彈藥，全部都仲係美元。呢個唔係矛盾，你要明白呢個係一個集體理性選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本身就係要同時服務兩邊嘅需要，所以呢件事點樣真係關你事。你唔使識做外匯交易，但你要留意新系統首年嘅實際成交量有幾多，同埋離岸人民幣存款嘅月度數字，仲會唔會繼續破頂？呢兩條數互相拉扯嘅結果，就係香港未來10年身份會擺喺邊嘅答案。第一點就係返去你自己間銀行戶口。7月最新嘅數字，匯豐、中銀、恒生、美元3個月定存息率普遍係3.3%，港元3個月定存就只係大約2.2%到2.4%，兩者差距成1個百分點。你以為自己淨係揀高息係一個好精明嘅理財決定，但你可能未必意識到，你放喺美元定存嗰筆錢，其實同時都幫緊金管局撐住聯繫匯率。你係一個被動股東，你自己都未必知。咁你聽到呢度可能會問，咁我要即刻轉翻做港元定存咩？我諗你知嘅係，下次見到你嗰張定存到期通知書嗰陣，望多一眼息差有幾多，你就會明白你自己都有份參與緊呢場故事。第二點就更加貼身啦，你嘅按揭，因為聯繫匯率嘅關係，香港嘅利率某程度上要跟翻美國聯儲局走。而家嘅數字係咁，香港銀行同業拆息3個月期係2.94%，美國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係3.5%到3.75%，呢間銀行嘅最優惠利率係5%，封頂按揭利率去到3.25%。你有冇留意到美國都仲未大幅減息，你供緊嘅樓按利率就跟住企硬喺高位？即係話聯匯令你嘅按揭同紐約嗰邊嘅人個利率環境係綁死埋一齊㗎，但你嘅糧單呢？你月頭出糧嗰筆錢反而同深圳打工仔嘅生活成本、樓價走勢越嚟越似。你係一個跨制度嘅人，你供樓成本跟美國，你生活圈子同大灣區越拉越近。匯豐7月初仲提醒，話下半年美元有機會出現爆發性強勢，你嘅供樓利率短期內未必會鬆返落嚟。第三點就更加諷刺，你嘅強積金 MPF 總資產截至舊年年底達到1.554萬億港元，舊年全年回報有16.5%以上。但你有冇留意你自己個 MPF 月結單，你嘅股票基金究竟買緊咩地區嘅資產？
根據2024年年中強積金股票資產嘅地區配置係咁：北美佔37%，香港佔31%，亞洲其他地方佔20%，歐洲佔12%。你將月結單話你知，你嗰份月供強積金越嚟越多錢，實際上係買緊美股，即係話北京一直高調講緊要去美元化，你自己嗰份養老錢就一路加碼喺度買美股。第四點，政府層面，1500億外匯基金。政府今年2月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入邊，宣布會分2個財政年度，每年750億，總共1500億，由外匯基金轉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支援基建，包括北部都會區。行政會議喺4月14號已經通過。呢件事係1984年以嚟，即係42年，第一次將外匯基金嘅錢轉撥去政府一般開支用途。呢1500億係乜嘢規模呢？外匯基金總資產截至舊年年底超過4.15萬億，投資收益係3300億，即係話等於舊年投資收益嘅接近一半。同政府經常開支比較，等於2個半月嘅政府經常開支。如果換算做香港打工仔嘅人工，以收入中位數23600蚊計算，即係差唔多全港打工仔一齊義務加班1個月，去幫政府起北都，同時捍衛聯匯嘅子彈就少咗一發。呢個唔係盤活資產咁簡單，你要明白外匯基金唔係普通嘅政府戶口，佢係香港捍衛聯繫匯率嘅終極彈藥庫。你可以想象下，外匯基金好似你屋企啲長輩嘅棺材本，平時淨係食利息過日子，唔會亂喐本金。今次係42年嚟第一次要拆息嚟交租，代表現金流結構本身已經出現壓力。所以你要點做？留意今年10月施政報告會唔會再抽多一次外匯基金？如果有第2次，先至係真正嚴重嘅信號，代表財政壓力唔止一次性。講到最後，你揀嘅每一步其實都算數。你放喺邊隻貨幣，你供緊嘅樓，你嗰份強積金點配置，全部都係你喺呢一場大局入面投落嘅一票。你唔係旁觀者，你係參與者。今晚返到屋企，不妨打開你個銀行 App， 望一望嗰筆美元定存嘅數字。呢個數字唔係想令你恐慌，係想提你喺呢場全球博弈裏邊，你嘅角色比你想象中重要。留言話我知你間銀行嘅美元定存而家係幾多？你係今日先知，定係其實你自己一路都揀咗美金，只不過從來冇為意過？訂閱關你港事研究所，我係 AI 首席研究員妍希，下集見。